各位朋友，好高興今日同大家一齊去嚟做《論語》溫習。顧名思義，我哋將會喺未來一段時間同大家一齊去學習溫習《論語》呢本書。咁首先要問嘅，究竟《論語》係咩一本書呢？我可以講，我個人認為《論語》應該係中國人最重要嘅一本書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我哋知道中國傳統文化2000幾年一直演變落嚟，而家最重要嘅有三大主流，就係儒家、道家、佛家，儒釋道或者道釋。而其中呢三大主流裏邊，主流中嘅最核心主流，無可否認嘅就係儒家思想。儒家思想喺2000幾年前，當時嚟講喺春秋時期，所謂百家爭鳴，有好多唔同嘅學說，同時都好精彩嘅。譬如有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陰陽家、法家、名家、農家、兵家，各有各佢嘅主張，各有各佢嘅理論。但係喺漢朝，漢武帝呢位皇帝，佢聽從咗大臣董仲舒先生嘅意見。佢話一個社會，我哋天下有咁多唔同嘅呢個思想，並不是對呢個國家有太好。如果我哋能夠統一我哋嘅文化嘅根基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，就當儒家呢個方法作為我哋嘅核心思想。從嗰時候開始，儒家思想就一逐漸變為我哋中國人自然流傳落嚟，自然傳承落嚟，喺你生活中演變行出嚟嘅思想啦。其中一啲大家耳熟能詳嘅理念，包括所謂五常、仁義禮智信，包括所謂四維八德，或者孝弟忠信、禮義廉恥，呢啲即係對我哋嚟講都係耳熟能詳，亦都係我哋認為係我哋生活裏邊必然嘅一部分，已經係留喺我哋嘅血液裏邊。喺西方有基督文化，西方好多地方都係以基督文化嚟做呢個核心嘅。咁喺基督文化裏邊，呢啲最重要嘅本書無可否認叫聖經。聖經裏邊將基督精神發揮嘅做淋漓盡致，亦都係核心喺嗰度。我哋可以咁講，《論語》係中國人嘅聖經。我哋未來同大家一齊去學習《論語》，行《論語》啦。